自我2024年9月27日，每日圣眼光读经，敬畏上帝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耶利米书第5章20节到31节。就甲雅各的后代传报，甲犹大的人民宣布：恁即个戆佮无知的人民，着注意听。恁有目睭，毋过看无；有耳孔，毋过听无。上主讲：恁毋惊我是无？伫我的面前袂惊吓摇摇带是无？我用沙甲海设永远的界限，互海袂当超过。海涌拨来拨去，凊悬嘛袂当搬过。毋过即个人民固执、忤逆、背叛我，离开我。因心内拢无想，咱着敬畏上主，咱的上帝。伊照时使春林秋雨互咱，搁甲咱定修成的贵罪。恁的罪过煞互风雨失掉，恁的罪孽互恁袂当得到福气。我的子民中间有歹人，因亲像掠鸟的人，埋伏长等，设活搭要掠人。因规厝间拢是开闸，亲像鸟笼仔内拢是鸟，所以因好业搁有势。因红过赤刺，做真歹代。因无替孤儿伸冤，嘛无替散赤人主持公道。上主阁讲：因做遮个事，我减毋免甲因办，亲像即款国家，我减毋免甲因报复。恐怖惊吓的事竟然伫即个国家发生。先知讲假信息，这是乐观。我的子民嘛意爱安尼。审判到的时，看恁要安怎。敬畏上帝。近年来，爬山健行开始伫台湾流行，人介意招攀进入山林，远离喧嚣，享受大自然中的静谧。除了即个以外，壮阔的美景搁较会当互人心情畅快，暂时忘却尘世的烦忧，达到放松甲休困的效果。对基督教物学家路易斯来讲，大自然毋单单是提供人休息的场所，搁较是体会上帝伟大甲荣耀的媒介，搁通互人产生敬畏之情。伊伫《四种听》这本册中讲到，大自然毋捌教导我有一位荣耀佮威严的神，我必须经由其他途径学习这件事。但是大自然却甲我讲什么叫做荣耀。除了大自然，我毋知影还有什么所在会当教导我这件事。假使我从未捌看过寒潮的峡谷、奥日克群的断崖，我永远袂当了解敬畏上帝对我来讲，竟然会意味着一种战战兢兢、求取庇护的努力。耶利米书第5章上款讲到，上帝的权能甲作为，往往照着大自然来彰显。伫22节，上帝讲：我用山甲海设永远的界限，互海袂当超过。海涌拨来拨去，凊悬嘛袂当搬过。伫24节，上帝讲：咱着敬畏上主，咱的上帝。伊照时使春林秋雨互咱，搁甲咱定修成的季节。就算上帝的权能安尼强大，人还当作无看见，假做上帝无存在。因除了将俗世的富足看作理所当然，搁选择
行邪恶的道路，因无为困苦的人伸冤，颠倒说罗网陷害人，甚至人员拢用假传新儒做职责。若是人竟然拢表示欢迎，种种的正相显示，耶利米传讲的信息对象是整个无敬畏上帝的世代。关系敬畏，箴言第9章第10节安尼讲：敬畏上主是智慧的根本，捌迄位至圣的上帝就是聪明。为什么爱敬畏上帝，并毋是上帝介意踮伫尊贵的地位接受众人的崇拜？对旧约圣经的描述，是因为上帝实在极其伟大，超越人的想象。因为安尼，当人实际见到上帝时，自然的反应就是心存敬畏。譬如讲，摩西伫分而不费的刺客中拄到上帝，伊的第一个反应是惊吓，接煞甲面踏地。阁亲像以赛亚拄到上帝时，伊的直觉反应是：我有灾祸，我袂亡啦，因为我是嘴唇无清气的人。佮住伫嘴唇无清气的人中间，我的目睭有看到王上主万军的统帅。因为安尼，讲敬畏上帝应该遵行的教条，不如讲是人拄到上帝的时共同的经验，也是人伫咧追求信仰实践的时所抱持的合宜态度。敬畏上帝的性命毋简单。显示出一个人对上帝具备真正的认捌，也会改变一个人的生活方式，互人通活点上帝旨意，搁得到伊的喜悦。默想，上帝安怎互我感觉敬畏？上帝安怎互我感觉敬畏？咱做伙来祈祷，伟大的上帝，愿你彰显你家己。互我认捌你的荣美甲奇妙，也求你帮助我，会当活出对你真实的敬畏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，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